我係陳用，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唐朝書法家孫過庭用草書寫嘅書譜，同埋老朋友歐展昂老師貝林書譜全卷嘅一張長卷。書譜係孫過庭嘅墨跡，紙本全部都係草書，佢嘅長度係接近9公尺，高度咧係27個厘米，3500幾個字。文章最後係寫住乜嘢咧？就係話今撰為6篇，分成2卷，遞其公用，名曰書譜。庶使一家後進，奉以規模。咁可以見得咧，佢係一篇為咗初學書法嘅人所寫嘅書嘅序文。但係嗰6篇嘅文章咧，就已經係省略咗。反而咧，佢寫嘅呢一個序文咧嘅內容啊，係敘述咗歷代書法嘅變遷，同埋正確練習書法嘅方法，理論非常精闢。咁樣啊，佢嘅序文裏頭，其中寫咗一啲嘅理論咧，到而家嚟到講咧，都經常係俾人引用嘅。譬如佢話係喺呢度，察之者上精，以之者貴始。咁即係話你喺練習嘅書法嘅時候，我哋要睇清楚，好小心咁樣睇到嗰個原來嘅字帖係嗰個精髓喺邊度嚟，要好小心咁樣睇。以之者咧，即係話係跟住模仿臨摹嘅時候咧，就要好似先至得。所以佢呢句察之者上精，以之者貴始，咁樣咧就係練習書法嘅人咧所應該係記住嘅。咁另外仲有啲嘅理論嘅，譬如佢話係佢呢度有講到啦，初學分補，但求平正，既得平正，務追險絕，既能險絕，復歸平正。咁即係話你初學嘅時候咧，要好整齊咁樣去睇佢嘅結構，咁樣咧就唔好要求係出位嘅。咁樣，但係如果你已經係得到呢個基本嘅功夫，就寫得好好啦。咁樣咧，我哋就可以係追求一啲險絕，有啲咧係譬如係有啲特色喺度嚟啦。咁樣如果既得險絕，復歸平正，即係最後咧，你已經唔需要係用一個特別嘅有粗有幼啊，特別嘅技巧咧，咁樣已經你好寫得好平正咧，咁已經係可以係非常之老練咁嘅人書俱老啦。咁即係話佢裏頭好多嘅理論咧，係可以提供俾我哋咧，係作為一個書法嘅學習者同埋一個書法嘅教師咧，係作為一個貴劣而寫全篇嘅書法，因為佢係非常之流暢，非常之稠美，咁樣咧已經成為係練習草書嘅一個楷模啦。而家所見到嘅咧就係歐展昂老師佢貝林書譜3500幾個字咧，佢可以念得晒嘅。咁佢咧係有請咗何幼維先生咧係寫呢個長卷嘅引手，係孫過庭書譜呢5個字嘅。咁跟住咧，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嘅所寫嘅書譜嘅內容啦。咁啊，相當長嘅。
咁我哋可以睇到歐老師嘅題款嘅，佢呢個原來咧就係垂拱3年，即係唐朝所寫嘅，由孫過庭所寫嘅。咁我哋可以睇得到佢個題款咧，歐老師嘅題款咧，由呢一個貝林咧係喺2023年嘅2000又有。歐展昂老師呢個書譜長卷咧，後邊係有4篇嘅跋嘅，第一篇係我寫嘅，咁歐展昂老兄咧就囑咐我寫一個跋啦，咁我咧就作咗一首7言律詩嘅，咁嗰個詩咧就係、宣詩書譜就語諄諄，草體形篇就出俗塵，法度森嚴垂萬代，都豪風凌厲的蔡千軍，縱橫老手都奉圭臬，緬甸新元就解迷津，昔日風流今誰及？眼前筆墨都屬詩人。同埋奉題展昂尊兄背書孫過庭書譜長卷。咁呢個係甲辰年仲春寫嘅一個嘅跋。咁然後咧就係陳卓老師寫嘅一個跋，咁話讚美呢一個長卷咧就係嫻熟書譜貝林無間。咁此卷咧氣足神充，深得書道三味，咁樣係順可保也。咁跟住仲有係一位畫家，就係吳正山老師寫嘅一個跋，同埋羅雲山老師都係一個畫家嚟嘅，寫嘅對聯。咁作為呢一個嘅長卷嘅一個跋，咁係非常之精彩噶。咁我哋希望咧，歐展昂老師咧能夠有時間咧就多寫一啲嘅傑作俾我哋咧，係開多啲眼界。